1830 hours. Please fall in after me. Arrive at Mead Point tomorrow morning, 700 hours. Roger that. Approaching airstrip area. Preparing airstrip. 5, 4, 3, 2, 1. Landing. Good luck. Hawk Lane, this is Hawk Unit. All men on the ground, over. Roger that. Satellites discovered to the east of the area. The task force has disappeared mysteriously. 同志们，明天走向战场，大家准备好了吗？此次演习，我连担任正面主攻，各排步战车跟进，动作要快，攻击要猛。现在对视，现在是7连整，15分钟以后，全连发起进攻。现在请指导员讲话。班长，你说咱连长带的那块表从哪买的？是连长参加和平使命军演颁发的特别纪念。红一连的荣誉能不能继续，就看你们今天能不能把连旗按时的插在312高地上。大家有没有信心？有。赵世谋，到。进去，传。 312高地目标，标识318，方向向左，动1两，发。O5, target locked. We get 3 minutes. Target lock. Eight 20 meters. Armored vehicle detachment in attack position. Target lock. Target locked. Target locked. Army aviation detachment, get into attack position. Detachments, prepare to attack. 这个春天，我遭遇到了当兵以来最尴尬的一场演习。我的枪口对准的是我曾经生活过的红一连和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我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对于一个历史悠久、战功卓越的连队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接受的现实。Jump 718, 633 meters. 650 meters.
Cease fire！徐三桥，到。把这些尸体都给我抬下去。是。洪一连，给我阵亡的士兵躺下。躺下。我们红一连从来都是宁可站着死，不为他人生。一班长，到。带下去。是。阵亡的，跟我走。没想到今天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见面。我要没记错，你在红一连待了4年9个月。是红一连培养的我，我尊重他，膜拜他，我这一生都不会。你忘了，而且你亲手毁了。面对今天的战场，就是我不这么做，将来也会有其他人这么做。红一连86年的辉煌的历史和传统，你没有资格侮辱它。想要尊严，你也得打赢仗啊！一个打了败仗的连长同样没这个资格。我还知道，要是这场演习可以圆满成功，到了年底会有很多人立功受奖。红一连的荣誉室里面可以多挂几枚锦旗，对不对？你错了。当我指挥全连高举连旗冲上山顶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立功受奖，不是锦旗升职。我想的是不能愧对在训练场上被汗水和泪水浸泡的兄弟，愧对连师管理千千万万的前辈，不能愧对红一连86年的传统和荣誉。老连长，你太想赢了。你要还是一味的走传统步兵的老路，不把以前老东西丢掉的话，主攻、助攻、突破口，炮火覆盖集团冲锋，占山头插红旗。我敢肯定的告诉你，将来败的还是你，而且会败的比今天更惨。5月13日18点36分，红一连第42任连长林浩南在312高地阵亡。首长，这次演习的结果确实很糟糕，我们回去一定好好统计。不过红一连不怕牺牲、完全拼搏的传统没有丢。一会儿讲评的时候，您看是不是能留点面子？报告，首长同志，我是红一连一班班长赵忠宝，我代表全连官兵，恳请首长让我们连长归队。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可能活着回来呢？我们连长能死而复生。死而复生的人是没有的，那是诈尸。仗打到这个份上，居然还想着在点评的时候要给自己留点面子。如果战争真的来临，我们的敌人会在战场上给我们留面子吗？今天演习的场面很好看，但是好看不能当饭吃，我们要的是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对手是怎么说的。伏击者同志，这次战斗，我于20小时之前派小组提前潜入敌阵地，对目标进行侦察定位。
战斗当中，我们根据毁伤程度积极调控作战进程，以最小代价换取战场最大效益。敌军招摇的红旗成为我们打击的首要目标。此战共击毁敌战车7辆，红一连包括连长林浩南在内，19名官兵阵亡。报告完毕。大家都看见了，同志们，一次山地进攻作战，就让红一连这样一个传统的英雄连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挫折。你们每天都在喊着，要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可你队伍都被人打没了，你拿什么去继承传统，去争取光荣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走特战化、多样化的道路，目标中心战就是要赋予传统步兵全新的作战理念，小到每一个人，大到一支队伍，都必须目标明确。除此之外，其他的少扯淡。现在宣布命令：第5集团军命令，任命特种作战团特战一队队长葛瑞为机步旅一营一连连长，补充的兵员装备3日内归属一连编制。小心！看见你们身后那面残旗了吗？那就是我们红一连的警示钟。他告诉我们，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们红一连的兵腰杆照样是直的。今天，我们将迎来新的连长。我希望你们用行动告诉他，虽然我们战败了，但是我们红一连的魂还在，听明白了吗？备定，向左转。指导员同志，特种作战团补充兵员待到，应到19名，10到18名，请指示。连长呢？报告指导员，作为一名士兵，我们从不管他指挥官在哪里、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就是枪膛里一颗子弹，他瞄准哪里，我们就飞向哪里。说完了。话挺多呀。作为一个士兵，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听明白了吗？是，上尉同志。指导员。报告，讲。指导员，刚刚营部来通知说新连长提前到了。提前到了。你用了40分52秒才找到我。葛瑞，从咱们当兵来到红一连，就看到这满墙的荣誉，为这满墙的荣誉而感到光荣、自豪。可你呢？你把它全毁了。过分了，你太过分了，葛瑞！谁都想锦上添花，我偏偏就喜欢做那个添堵的恶人。我是名职业军人，我有责任让大家警醒，得让他们知道现代战争不是过去那种小米加步枪的时代。行了，行。上级任命你为新连长。作为指导员，我服从上级的安排，但是我保留个人意见。葛瑞同志，欢迎你担任红一连第43任连长。指导员许东升。
踩着林浩南的失败站在这里。作为红一连第43任连长，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从今天起，我不仅要面对辉煌的过去，还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和艰难的未来。只有在新战法探索时间的道路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别无选择。是我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置之死地而后生。各车准备向目标发起攻击。各车注意，到达指定目标，准备下车开始攻击。科长呢？你们行吗？停止进攻，各排向我靠拢。全体验将。你还特战呢？我们老班长是特战当中的特战，飞行一跃，一枪毙命。兵王果然是兵王，枪枪命中。枪打得准，是步兵的基础。说的没错，今天的步兵枪不仅要打得准，还要打得更远。我们应该在敌人没发现我们之前，在他们射程范围之外将他们打掉。标靶，延伸100米。连长，400米是最远的有效射程，500米那可就打飘了。这不可能。很多时候，将不可能的事情琢磨透了，就会变成可能。我们就是要把现有武器装备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把一切可能的积极因素转化成现实中的作战效益。都明白了吗？上车。是。老班长，赵忠宝，我们谈谈。你是连长，我是你的兵，我们之间没有谈谈，只有命令。我是你手把手带出来的兵，用不着这样吗？我来连队这么多天了，咱俩不能总绷着。你得帮我。帮你什么？改变现有的训练方法。再有153天，我的服役期就满了，那将是我的终点。连长，你帮帮我吧。现在就开始倒计时。这不是我眼中赵忠宝的作风。我的作风是什么？我的作风就是时刻准备着向前奔跑。可一场演习下来，我是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老连长和10几个兄弟就在我的面前倒下。对手在哪我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士兵的悲哀。这就是未来的战争，这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你。记得我在当新兵的时候你就说过，当兵不能惧怕眼前的障碍，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障碍就会成为你的目标，你的动力。是。可这话现在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自己。现在你眼前就有新的障碍，需要你带领大家逾越过去，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有你呢。
同志带回。撤！全连带回。上车。向前延伸这100米，打破了步兵的传统和规范。你该给他留点面子。面子，面子是能吃还是能穿？面子是能打还是能战？熟练的掌握其他兵种知识，对于我们将来进行目标引导打击和毁伤评估，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假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对兵种知识和各种武器装备能够熟练操控，那可就厉害了。将来我们可以直接决定整个战斗体系当中的分组和它的位置。报告，讲，连长，我们是步兵，我觉着只要人跑得快，枪打得准，手榴弹扔得远就可以了。这话是谁说的？我们班的学习榜样，兵王赵忠宝。我说过吗？你说过。我说的是步兵的基础。声音大点。我说的是步兵的基础。报告，连长，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以后咱们步兵也要掌握坦克和大炮啊？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将来还真有这个可能性。想要在未来的战场上做主人，就必须要学会掌控战场资源。战斗一旦打响，他们都能为你所用。确切地说，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将来都很有可能会成为炮兵、坦克兵、防空兵、航空兵的最高指挥官。前方200米，10点钟方向，小山猫独立树，发现敌人前部狙击手，歼灭。明白。红旗兵到，叫一连长跑步到这儿来。是，我一直在这儿。谁？报告营长，您已被歼灭。谁让你把训练周表里的内容改掉的？没改啊。这就是训练计划里边的目标意识训练。同志，这训练是讲究严格的训练程序的。你现在这是训练吗？你这是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营长，您这比喻太贴切了。我就是想把母鸡跟小鸡进行目标分类，然后看准时机一个俯冲下去干掉母鸡，解决战斗。您这只母鸡不就被我干掉了吗？莫名其妙。指导员，最后1秒钟，精确打击！红一连在步兵特战化、多样化的训练上迈出了第一步。这样的作战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步兵模式，遭遇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可面对未知的战场，我就坚信，我的兵怎么练，我的仗就怎么打。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往前走，步兵仍然是未来战场的主人。红一连特别小分队立即执行特殊营救任务，代号野狼，步战车跟进接应，代号狼群。An infantry fighting vehicles escort, codename Wolfpack. 班长，听说这次解救的人质可能是失踪几个月的老连长。情报分析，人质是这3人中的一个。The hostage is one of the 3 men shown. 野狼，侦查发现建筑群中有大量人员。明白，继续侦查。是。狼群，我是野狼1号，我已飞离目标空域，准备起降，已率战车分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狼群明白。
标抵达，准备击降。郎君，野狼1号到达预定位置。野狼1号已做好攻击性准备。狼群是否到达预定位置？狼群已经到达指定位置，注意控制重要干道。狼群明白，各车注意。我是狼群，对所有路口进行护控。护控完毕。目标锁定在5号区域，方位西南。野狼1号明白，我已接近目标，抢占制高点，监控战场。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各队注意，把他们放进来打。有人！你好，第1小组发现目标，正在处置。目标任务需要人质，不要纠缠，继续搜索。第1小组报告，目标外围已清楚。野狼收到。我手机突击，目标已发现，我正在向目标突击，做好接应准备。狼群明白。和平使命演习人的火野战兵，他肯定就在附近。野狼发现目标，正在搜索。我走。狼群，我已接近目标，正在进行搜索。狼群明白。连长，各小组注意，目标完成，人质已获救，迅速向狼群靠拢。一组回答。班长，班长，班长，你没事吧？班长。第一组迅速向我靠拢。班长，第1行动向左呼叫，第1行动向左呼叫，班长受伤，班长受伤，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徐长桥，活动人员，赶紧向狼群靠拢，快！是。2号地区营救第1小组，其他人跟我回去。班长，老连长就在附近，快！
只要咱们找到老连长，我们任务就完成了。真是假模样。一组注意，我们正在接近，向后路，快走！狼群，人是一起救，我们营救第一小组，你们立即做撤离准备。狼群明白。快走！各车注意，目标已经确定，备接应。明白，明白，明白。好，他们想从西南方向突击。放心，步战车拦截小分队，迫使他们上我们的直升机。狼群，我们已与第一小组会合，正在撤离。连长，他们像长了眼睛一样跟着我们，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啊！狼群，我们好像被敌人锁定了，迅速撤离！野狼，快速向我们靠拢！司班长，带人去接应连长。是，副官给我来。快速向我们靠拢！接到人质，马上撤离！继续呼叫。1号。机枪手准备掩护，其他人撤！各车撤离！直升机起飞，降落地点2号区域。野狼1号，我已到达2号区域上空接应，请迅速向我靠拢。何瑞，你这回死定了！方向不对啊！
连长，你快看！交枪！罗连长！什么情况？欢迎来到复活营。从现在开始，你们没有姓名，只有编号。带去。我今天真是活见鬼了。没错，我从18层地狱一步一步爬上来。战场上最可怕的就是未知，因为它充满了无数的变数。咱们俩算扯平了吧？红一连历任43任连长，阵亡32位，但在他的荣誉本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被俘的连长。那你可得把我看牢了，我一定会想办法出去的。这大山深处充满了地雷和陷阱。我还要提醒你，在复活营地允许真实死亡。时间。报告队长，9月10号9点36分。9月10号9点36分，红一连第43任连长被俘，编号001。来到复活营，就没有人的尊严。想要尊严，就得往前爬。爬出来了，你就更有尊严；爬不出来，你就是一头蠢猪。要想复活，就得往前爬。红一连的兵，老连长，立刻站起死！反正上来了，可能全部死！老连长，你快点救救反正！老连长！全部住楼上！我们从哪上去？司机长，杨耀兴，到。侦查，是。报告，连长，我想上厕所。快去。是。报告，连长，这厕所没门啊！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吗？
爬进去。连长，侦查过了，没门。让开！休想打倒我！别说没门，有门我都不会走。爬上去！连长，上！是的，我们有24小时，没有进食了。太好了，太好了，咱终于有个窝，可以喘口气了。这一关算是闯过来了，但仅仅是刚刚开始。困境中的勇猛。Surgeon number 1, your country. You know it precious well. Answer my question. Your country. China. Your name. 葛瑞. Sexuality. Bullshit. You think I'm a woman? Your position. I'm Red First. Company commander. There is no commander in hell. Only the surgeon number 1.
你有种什么事冲我来，别折腾我的兵。你看看他们一个个，都已经超越期限了，你就不能让他们睡会儿吗？你别忘了，他们曾经也是你的兵。这里没我的兵，只有战俘。是我让你离开红衣连，让你无法晋升。于私，我对不起你。但是于公，我问心无愧。我以为你能行。步兵特战化需要时间，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打败你。战争没有第二次机会。我已经饱尝了失败的滋味。今天你也一样。一个只懂得享受胜利，不能总结失败教训的军队，它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灭亡。知道你们今天为什么失败吗？胜利者有的是炫耀的资本。红衣连的成败好像不归你总结吧？好，那你们就自己爬出来。战争是冷酷的，面对敌人，感情代替不了输赢，友谊取代不了生死。忘掉过去的荣誉，忘掉过去的自己，忘掉过去的所有，从头开始。林浩南的一席话，比失败给我带来的打击更大。步兵特战化、多样化训练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要命的是，红衣连仍然沉浸在过去的荣誉里，无法摆脱。在他们眼里，我什么都不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们追逐的前方迷雾重重，路该怎么走？我们失去了目标。想什么呢？政委，反省了？有什么认识说来听听。我认为是我的问题。1年内，2任连长，一个被俘，一个阵亡。作为红衣连的指导员，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标中心战理论体系的实践延伸到传统的步兵连队，本身就是一种探索。是探索就会有失败，越是这个时候，你这个连队的基层政工干部越得沉得住气，把握住方向。方向在哪儿？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作战目的，能打仗，打胜仗。但我还是担心，我这一届的指导员会成为红衣连历史上的一个败笔。我无言把我的名字留在历任主官的序列中。怎么？担心自己的前程？你们红衣连在探索步兵特战化、多样化过程当中的失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所以，徐东升，作为政委，我得谢谢你。我明白了，政委。林浩南，你不就是想被3幺高地找回尊严吗？你不就是想看我笑话吗？来啊，来啊！林浩南，我受够了。副连长，你什么意思？
红一连这个连长，我干不了。臭小子！那么，请你告诉我，谁能干得了？他们不都希望林浩南回去吗？你让他回去好了。林浩南已经获得了重生，而你还在继续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渊。我以为我打碎这个光荣的连队，我有这个能力让他们再站起来。谁相信我他妈带到这儿来了？你以为自己曾经是特种兵，就可以让整个红一连都实现步兵特战化，对吗？站好！何瑞，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还想赢得一点军人的尊严，如果你还有一点点决心维护这个连队的尊严，带上你的人，想尽一切办法从这儿爬出去。我的9点钟方向是一条小河，小河前面有4个帐篷，其中有一个帐篷设有天线，帐篷外设有岗哨。12点钟方向厕所，3点钟方向是弹药库，整个营区以内有流动哨，预计换岗时间2小时一班，完毕。我决定今天晚上杀出复活营。怎么可能？这儿到处都是他们的暗哨和陷阱。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找到他们的监控中心，并摧毁他们的系统。这样的话，整个复活营在他们眼里将会是一片漆黑。根据我的观察和对地形的判断，带有天线的帐篷就应该是监控中心。现在我进行一下目标分工，首要任务，我们这栋楼底下的流动哨。2排长到，你带几个人在厕所里面给我蹲坑蹲到凌晨2点，解决流动哨之后，迅速移动到弹药库进行武器补给。是。第2目标，监控中心，我带着李木头悄悄摸进去，摧毁他们的指挥系统。是。2个目标完成之后，由赵忠宝率领大家沿着水沟方向突围。这条水沟很可能是我们离开复活营的唯一途径。站住！别动！
在鲁副军长的激励下，我们终于冲出了富国人。我感到他不仅仅是要捞起我这个掉进河里的卒子，真正的意义是让我们红衣连在步兵特战法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实。明天走上战场，你们准备好了吗？稍息。可是有的人没有准备好。这次行动，我们第一行动小组就是因为这块表，让敌人全程锁定跟踪，导致我们行动失败。报告。你怎么从医院跑回来了？表彰要面对，失败我更要面对。赵忠宝请求归队。入列。是。如果我们能把演习训练当作实战，每一次行动就会很自然的与你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真实的战场上，要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失误导致行动失败，这个人将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所以，经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给予第一行动小组指挥员赵忠宝警告处分一次。报告。你有话要说？是。出列。是。我接受连队给我的处分决定。不论给我什么样的处分，都不足以洗刷我给连队带来的耻辱。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今天，引以为戒，以我为戒。将来，为了连队，为了连勤，争光添彩。